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毅然，我现在在我老家重庆。我们一起来玩一个东南西北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哦，前几天重温了一部电影叫《猫鼠游戏》。1、2。最喜欢的五官是6关算吗？我还有一个梨窝，梨窝算6吗？北六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想回到我小学5、6年级的时候了，感觉那个时候很快乐。1、2、3、4，在重庆偶遇我很难，因为我1年回重庆的次数特别少。哇，已经很久没玩了。给大家表演一个坐着玩669吧。哎，我先试一下它的性能怎么样。好，性能还不错。OK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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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还有啥来着？这样，当当当当。一手和远方，